早晨，午安，晚上好，向各位收睇《領養的234》第5集嘅觀眾獻上最高等級嘅謝意。咁上一集咧嘅特別通告已經同大家咧去介紹咗乜嘢叫做寵物釣魚啦，同埋一啲領養嘅詐騙 case 咯喎。咁相信大家睇完呢啲節目之後咧，都一定會 share 翻俾身邊嘅朋友睇啦。咁等佢哋咧唔好中咗呢啲詐騙嘅陷阱嘅喎。另外杏之同 Best Tree 嘅店主咧有話俾我哋聽啊，佢上個週末咧喺如心廣場做嗰個市集咧，好多人嚟啊。咁當然啦，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呢條片啦，就係因為落大雨啦。咁另外咧廣告入邊咧，我哋咪介紹過俾大家識咧店主隻貓叫做扁扁嘅咧，even 連扁扁咧都有睇我哋嘅廣告啊。咁所以我哋祝願咧杏之同生意長旺啦，市集日日爆數啦。咁記住嚟緊6月尾咧，其實喺中環街市仲會有佢哋嘅市集嘅喎。咁約定大家杏之同見。好，咁今集咧，我哋將會同大家講下，咁當我哋喺領養機構或者係寵物店接咗動物返屋企之後，頭1至10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OK， 點解我哋會形容係手忙腳亂或者係不知所措咧？咁其實咧，帶寵物返屋企嘅第一日啊，呢一段係一段好美好嘅經歷嚟㗎。咁但亦都同時去提醒咗大家，你哋嘅膊頭咧係身負重任㗎喎。係啊，喺寵物嚟之前咧，我哋當然要確保啦，我哋住嗰個空間環境咧，所有嘢係安全嘅，同埋所有嘢已經準備好啦。咁意味住咧，我哋其實要做一啲嘢咧，叫做寵物防護嘅。咁包括移除一啲潛在危險啦，嗰啲未搞掂嗰啲電線啦、卡嗰啲嘢啦，有毒嘅植物啦，收埋好一啲咧，佢哋容易吞嘅細細粒嘅嘢啦，同埋準備好咧寵物用嘅清潔用品。咁另外寵物用品方面咧，有食盤啦、水盤啦、床啦、籠啦、指定嘅休息嘅地方啦、貓砂盤啦、貓砂啦、狗尿墊啦、一個如廁嘅空間啦。咁另外就仲有係一啲頸圈啊、牽引帶啊、poop袋啊，係 for 佢哋每一日散步要用嘅嘢啦，同埋平日寵物要玩嘅玩具啦，幫佢哋處理毛髮嘅梳啦、指甲鉗啦、貓狗專用嘅一啲洗髮液啦，或者係清潔眼睛同埋耳朵嘅一啲美容液等等嘅衛生用品。咁其實我相信咧，去到呢一步咧，其實好多觀眾喺未帶呢個新成員返屋企之前咧，都一定準備好晒噶咯喎。除咗以上嘅準備之外咧，講貓講狗將會賣大包同大家分享獨家 tips 啊！究竟乜嘢係好多人都漏咗嘅咧？大家記得注意啊！第一係寵物專用牙刷、牙膏或者潔齒棉。牙齒衛生對於寵物整體健康至關重要。迎接新寵物嘅時候，牙齒衛生會經常被忽略。另外，千祈唔好使用人類嘅牙膏為佢哋清潔啊。第二樣就係 name tag 啦，上邊要有緊急聯絡人個名同電話號碼。其實寵物同你正在處於磨合期，所以最好每一個行程都要帶上 name tag，包括第一日接寵物返屋企，同埋之後你哋一齊去獸醫診所嘅行程。即使你嘅寵物係有植入晶片，但係走失嗰陣時，一個帶有電話號碼嘅標籤係最快聯絡到你嘅方法嚟㗎。第三，家居用寵物酵素清潔劑。一般家用清潔劑通常無法真正消除寵物嘅異味，尤其是尿液。酵素清潔劑可以分解有機物，去除異味，同埋防止再次整污糟。咁樣寵物就唔會喺同一個地方再次便溺。而呢一樣係最有機會被遺忘嘅必需品。第四係寵物安全用品，寵物急救箱。就同人類一樣，寵物都會有輕微擦傷或者係緊急狀況嘅時候。寵物急救箱最好係預先準備好，包括要有紗布、貓狗用嘅消毒濕紙巾、寵物安全膠帶同埋貓狗用嘅消毒藥水。
關於寵物用消毒藥水，其實可以喺第一次到獸醫診所檢查嘅時候同獸醫查詢。特別建議飼養狗隻人士準備定一支喺屋企。點解特別叫大家準備？係因為當時我根本唔知道會有呢一樣嘢，同埋之後嘅經歷令我知道，哇！呢樣嘢真係好緊要啊！最尾一樣同大家介紹咧，又唔係話一定要有嘅必需品嚟嘅。不過咧，如果你決定同寵物預先準備好嘅話，我哋建議呢樣嘢咧就盡早快啲買啦。因為所謂嘅佢咧，其實係有生效條款啦，或者一個冷靜期嘅。咁我相信聰明嘅觀眾咧，其實一定知道咧，我哋喺度講緊寵物保險。咁寵物保險簡單啲嚟講啦，其實同人去門診啊、做化驗啊、住院嘅保險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你都可以想像到嘅，其實寵物同人都係一樣啦，佢哋都會受傷啦，都會感冒啦，都會病啦，亦都會遇上意外嘅。咁有以上邊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帶寵物去都要去到獸醫診所嗰度咧去求醫。咁而寵物保險咧，亦都可以最大量化咁樣幫你節省到你呢個獸醫費用㗎。咁紅豆媽媽，你有冇一啲實際嘅例子俾觀眾參考一下？有啊，圖片入邊咧，你會見到啦，係紅豆嘅表妹啊，佢叫木耳啊，咁佢咧係一隻4歲大嘅灰色迷你貴婦犬嚟嘅。咁有一次咧，木耳咧就好曳啦，叫吞咗咧屋企嘅 LEGO 啊。一啲小配件，咁我個表弟表弟婦發現之後咧，其實已經即刻將木耳咧送到獸醫診所咧接受翻個治療㗎啦。咁包括埋一個1晚嘅留院費用啦。咁獸醫診所咧 total 咧最後尾收咗咧18,000蚊港幣去做呢個醫治嘅。哇！咁冇買保險就要18,000蚊喎。咁如果有買保險，咁又係幾多錢咧？嗱，當然啦，第一你要支付翻嗰個年度嘅保險費用啦，亦都要視乎翻咧你係咪喺嗰個保險嘅網絡診所獸醫入邊咧去睇醫生㗎喎。咁假設我當第一年費用係4,000蚊港幣啦，如果你喺網絡獸醫入邊做一個治療嘅話咧，只係需要支付1成嘅醫療費用嘅啫，即係大概1,800蚊啦。咁而喺非網絡嘅獸醫診所入邊，如果做醫治嘅話咧，大概需要支付翻3成嘅費用，即係5,600蚊。咁嗱，大家咧，我哋想同大家講一講先啦。呢一個唔係一個工商廣告時間嚟㗎，我哋都唔係幫呢一個保險公司賣廣告啊，我哋冇收取任何利益㗎，冇。咁只不過咁啱我同紅豆媽媽咧，咁大家都有幫大家嘅寵物咧去買保險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買保險咧，佢都只不過係一個一定嘅保障範圍㗎咋，唔係所有嘢都會包過。咁另一方面啦，作為最中意 shopping 嘅女士們啦，咁我哋亦都會之後咧喺未來嘅節目時間咧，就同大家分享更多嘅精彩內容，同埋有關寵物界一啲最潮嘅資訊嘅。暖暖媽媽，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你係點樣準備暖暖嘅食物㗎？因為環境轉變啊，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唔食唔飲㗎嘛。咁我哋都知啦，因為壓力啦，其實佢有機會食得唔好啦，或者係唔肯飲水㗎嘛。我其實啱啱開始嗰陣時咧，咁我因為係喺寵物店嗰度買嘅，咁當其時寵物店咧亦都有準備好暖暖之前一路食緊嘅嗰隻主食糧啦，同埋佢哋亦都有俾一啲佢平時食開嘅小零食我啦，咁同埋暖暖平時之前玩開嗰啲小玩具，咁等我可以幫助到暖暖去應對呢一個新環境嘅轉變啦，引起嘅一啲不適嘅狀態啦，或者情緒問題嘅。咁我亦都買咗同一款嘅呢個寵物店嘅飲水器嘅，咁等暖暖返到屋企嘅時候，亦都唔會出現一啲飲唔到水嘅情況啦。咁紅豆媽媽，咁你咧？由機構接紅豆翻嚟嗰日咧，其實機構嘅義工好好啊，佢咧就幫我預先準備咗紅豆一路 keep 住食開嘅嗰個乾糧。嗰個牌子，咁咧就準備咗2星期嘅份，咁俾我哋咧就一齊帶翻屋企，等紅豆適應屋企環境轉變之餘咧，佢食開嗰樣嘢咧就唔使再從頭適應咯。咁機構都真係好細心喎。咁我亦都知道咗你已經準備咗啲相啊片啊，咁就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咁紅豆到咗屋企嘅實際情況係點樣喎？係啊，佢第一日咧其實都好想俾大家咧親身去感受一下佢嘅低溫究竟係點啊。個感覺好似咧我係一個
新手村嘅一個新玩家咁樣，攞好晒嗰啲基本裝備啊技能之後咧，第一日咧我要做我簡單任務啦。咁以下不妨去一齊睇睇我哋嗰兩條片啦，同埋啲相究竟當日係點樣樣啦。當日啦係9月中啦，其實香港嘅天氣咧依然係好熱嘅。咁我同紅豆爸爸咧大概12點度咧就去到機構咧就接紅豆返屋企。離開機構嘅時候咧，其實紅豆咧係頭也不回啊，一條直路咧就係咁走啊走啊走，完全咧冇回個頭，亦都冇乜點樣不捨咁樣嘅。當日咧，其實我哋帶咗寵物手推車咧就去接紅豆啦。其實就慎防佢咧唔肯行、唔肯喐咧、唔肯跟我哋返屋企嘅。咁結果好順利啦，其實咁喺附近咧散步咗半個鐘頭度咧，咁我哋就 call 車返屋企啦。去到屋企嘅時間咧，大概係1點鐘啦。咁其實由1至4點咧，紅豆咧都不停喺屋企度咧來回踱步嘅，兜圈圈咁樣。咁佢對任何嘅寵物玩具咧，其實都冇乜興趣嘅。當中咧包埋嗰啲可以收埋食物嗰啲玩具咧，其實佢都係求其敷衍咁樣玩兩嘢咧，佢就放棄咗噶啦。咁去到最尾啦，佢就揀咗一個近我屋企大門口嘅位置啦。就背對住嗰個門，雙眼咧就可以望到我同紅豆爸爸喺度做緊啲乜嘢嘅。咁佢就以一個好警戒嘅姿勢咧，就喺度休息。去到夜晚嘅6點鐘到啦，咁我哋就去咗屋企附近嘅寵物友善公園嗰度咧，就同紅豆做咗第一次嘅散步嘅。嗰次散步咧，其實係好緊張嘅，隻手咧揸到條繩咧，哇！真係實到不得了啊！有史以嚟揸到咁實嘅咯。咁而紅豆咧，其實佢就表現到咧，對於一切咧都覺得好好奇啊，好新奇啊咁樣咯。咁我哋就第一次試咗執佢嘅大小二便啦，執完之後清潔翻個地面啦，亦都時時刻刻咧睇下佢有冇經過到地面嘅一啲垃圾啦，或者食物啦，佢聞緊嘅地方係啲乜嘢啦。咁都要介紹翻啦，紅豆其實係一個 lady 嚟嘅，一個英式嘅 lady 啊，講緊係佢係唔搶繩噶啦，唔喧嘩啦，唔會做冇禮貌嘅事啦，亦都唔會喺屋企大小二便嘅。咁翻到屋企之後咧，大概9點半度咧，佢就入咗房休息啦。哇！紅豆媽媽，你唔好諗住咧喺度咧不停咁樣鼓勵啲人咧去領養呢個成犬，就淨係講啲成犬好嘅一面喎。喂，我前嗰幾分鐘啊，先喺度同大家講啊，咩手忙腳亂啊、不知所措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喂，點解我頭先咧完全感受唔到㗎？OK， 放心先，我未完嘅，我都知大家係想知嘅。我呢個新手村嘅見習勇者咧係咁，究竟係點樣打大佬係咪？咁咧等我一一詳細講你知。咁咧，第一個小型大佬咧，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咧，當然啦，有出現一啲焦慮嘅情況嘅。咁個症狀咧，包括佢過度喘氣啦、踱步啦，有機會咧寵物會出現一啲破壞性嘅行為，亂咬嘢啦、亂搲嘢啦，或者搞污糟間屋啦，或者係咁叫啦。咁而紅豆咧，其實佢翻到嚟屋企之後咧，過度喘氣咗大概1個鐘啦。咁頭先都有講啦，佢就踱步咗咧大概3個鐘頭到。咁第1至10日到而家啦嚇 touch wood 佢都冇任何咧破壞性嘅行為或者搞污糟間屋嘅。咁更加唔好講叫聲啦，契媽你都知咩事㗎啦，因為佢乖女咧呢個名咧真係唔係浪得虛名嘅。我真係想同大家講。紅豆係安靜到令人覺得驚㗎，我發誓啊嚇！我係咁耐以嚟，我冇聽過紅豆嘅一粒聲係一粒聲，唔好話叫吠聲啊，係一粒聲我都冇聽過啊，係好得人驚成件事。我亦都有問過契媽，起初嘅時候，其實紅豆咧喺聲帶上邊咧係咪有啲缺陷？我有曾經咁樣問過，但係最後係冇嘅，只不過佢真係好靜啊！佢令到我對所有嘅狗種係改觀晒。係啊，咁而中型嘅大佬咧就係其實佢對聲啦同埋個新環境咧係好唔適應嘅。
咁呢方面咧，其實個情況咧係比較嚴重㗎，都要同各位咧其實輕輕講一講咧一啲關於紅豆嘅背景。咁紅豆咧其實係繁殖場嘅一隻狗媽咪嚟嘅。咁喺佢7歲嘅時候啦，因為佢未能夠繼續去做生育啦，咁所以咧就俾繁殖場棄養咗啦。最尾咧就由漁護署接管，咁安置咗喺其中一間咧動物伙伴福利機構入邊嘅。咁機構其實幫紅豆就進行咗治療啦、手術啦，同埋一啲身體嘅管理。1年之後咧，紅豆就恢復翻健康，就可以參與翻咧機構其中一個領養日咧，接受翻公眾領養嘅申請嘅。咁當時我哋會估啦，其實可能咧佢係從來未試過咧喺屋企嘅環境當中咧俾人飼養嘅，所以對於屋企嘅所有聲音咧都會好敏感，同埋好容易嚇親。咁當中可能包括一啲煮飯切菜嘅聲啦，一啲金屬聲啦。even 咧，連個雪櫃製冰嗰嚿冰咧喺上面跌落嚟下一格嘅聲咧，佢都會嚇親嘅。一啲銀仔聲啦，一啲可能開關露台嘅時候個把手嘅聲啦。漸漸亦都發覺咧 even 咧我喺佢隔離睇書咧揭書嘅嗰下聲咧，其實佢都會驚嘅。咁最大嘅大佬我打嘅咧同紅豆咧就係睡眠困難啦。咁喺新環境底下啦，動物可能會難以安頓啦，難以瞓覺啦。咁相信大家咧都仲記得呢一張相㗎，係咪？就係我幾分鐘前都有講過，同埋大家有睇過咧，就係咧紅豆咧第一個揀嚟瞓覺休息嘅地方咧，其實係我屋企嘅大門口嚟嘅。咁我哋喺佢瞓覺嗰陣時咧，就迅速將嗰個床墊咧就攝咗喺佢個身下邊。咁啊 touch wood 好彩有呢一波操作啦。夜晚瞓覺嘅時候咧，我哋就將嗰張床墊咧移翻去我哋個房嗰度咧。咁紅豆亦都好順利咁樣跟我哋去房嗰度咧，同我哋一齊瞓覺嘅。不過啦，喺新人事新作風底下啦，佢其實咧成晚都輾轉難眠嘅。咁就喺房間入邊咧，繼續佢嘅來回踱步啦。成晚咧不斷咧，你聽到佢嗰啲腳趾咧，同埋個地板咧，就嗰啲拖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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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咁嘅腳趾聲。咁我同紅豆爸爸一樣咧，其實成晚咧都半睡半醒，冇乜點瞓過嘅。咁第二日起身之後咧，為咗同紅豆繼續建立呢個良好嘅生活習慣咧，我哋就繼續刷牙洗面，就繼續帶佢落街咁樣咯。咁暖暖媽媽，暖暖第一日嘅情況其實又係點樣㗎？返屋企之前咧，我已經一早聯絡咗同埋預約咗獸醫去幫暖暖做檢查㗎啦。詳細嘅檢查之後咧，我係俾寵物店呃咗我嘅地方咧有3點。第一點啦，就係虛報寵物嘅實際年紀，店就同我講暖暖佢其實係一個6個月大嘅貓咪嚟。經獸醫檢查咗之後咧，發現暖暖嘅幼齒已經全部換晒啦，年紀咧亦都係超過咗8個月，估計咧佢已經係有9至10個月大添㗎啦。咁第二個地方咧就係虛報咗暖暖嘅品種，我都有再三同寵物店去確認翻啦。我買嘅品種咧就係英國短毛貓，但係咧結果暖暖其實係一隻英國短毛混短吻貓。點我憤怒嘅點就並唔在於我係介意嗰個貓咪嘅血統係咪純正，而係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啦，我已經知道咧短吻貓咧係比較容易出現一啲健康嘅問題。最常見出現嘅健康問題咧就包括短吻呼吸道症候群啦，鼻管道亦都係比較窄啦，軟腭亦都係過長啦。佢哋嘅支氣管發育係唔健全㗎，佢哋好容易會有出現一啲鼻鼾啦、呼吸症困難啦、睡眠中止呼吸啦，同埋呼吸急促嘅情況發生啦。因為咧佢哋面部嘅結構，佢哋係好容易咧係出現呢一個眼簾外翻啦，去令到佢哋咧嗰個周圍嘅毛髮咧摩擦到個眼睛，會引起佢哋不停咁流眼淚啦，會令到佢哋好痛啦，甚至係會令到佢哋眼角膜受損，出現角膜發炎。佢哋淚腺咧係經常性好容易受阻塞㗎，眼周圍咧好容易出現呢個淚痕。佢哋本身呢一種品種嘅貓咧，咁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遺傳性嘅病啦，包括係
多囊性腎臟病啦，同埋肥厚性心肌症嘅病。咁其實一聽呢啲學名，你哋已經知道其實係同腎臟啦同埋心臟有關嘅遺傳病。短吻貓咧又係我哋稱之為嘅扁鼻貓啦，其實佢係好得意㗎，但係喺佢得意嘅外表背後隱藏住好多健康嘅風險。咁所以大家喺養之前都要充分咁樣了解呢啲問題啦，去做好相關嘅準備同埋照顧。最尾一點就係寵物店佢哋我本身呢隻貓咪係正常健康啦，但係其實佢係本身已經有病。經過獸醫同我檢查咧，咁就發現當其時就已經有一個耳塞嘅問題啦，眼睛嘅周圍咧佢眼角膜亦都係發緊炎嘅。我嗰陣時聽到獸醫咁樣講嘅時候咧，當下就已經喊咗出嚟㗎啦。獸醫佢都平靜咁樣安撫我，就話其實呢啲病咧都可以醫嘅，即係好少問題。獸醫亦都有同我解釋過啦，喺坊間好多嘅寵物店咧都唔一定係有漁農署佢哋嘅動物販賣商牌照，咁所以我哋如果買動物嘅時候啦，買寵物啦，出現呢啲病咧，其實都好常見，有時亦都會更加發現到一啲嚴重啲嘅疾病，俗稱貓瘟嘅貓泛白血球減少症病毒啦，呢啲疾病啦，其實係可以傳染俾所有嘅貓科類動物嘅。咁死亡率咧係僅次於貓咪傳染性嘅腹膜炎啊，死亡率咧係達到90%，所以我嗰次係真係好嬲，由嗰陣時我先知道啦，原來喺寵物店買寵物咧都係需要非常之小心。咁經過獸醫同我嘅商量之後啦，為翻暖暖重新接種翻嗰個核心嘅疫苗同埋狂犬症嘅疫苗。咁喺完成咗成個檢查啦，同埋打針嘅之後咧，我就帶翻暖暖翻屋企。咁一翻到屋企咧，打開個飛機籠咧，其實第一時間暖暖已經飛奔去到呢一個客廳嘅梳化底㗎啦。就算我當其時係用盡晒所有嘅殺手鐧，好似逗貓棒啊、貓條啊、罐頭啊、貓薄荷都出埋啊，佢都係唔出嚟㗎。4至5個鐘左右啦，我後尾係用咗一種趕羊仔嘅方式咧，先可以將暖暖咧趕翻去佢嗰個獨立嘅貓窩。哇！頭先你剛才所描述嘅第一日咧，其實真係發生咗好多事嘅，所有事都好膽戰心驚嗰個感覺。頭先我哋都有分享到啦，紅豆咧就主要出現3大問題。咁契媽就你所觀察，咁暖暖又出現咗啲咩情況咧？其實暖暖同紅豆嘅情況都好類似。咁第一樣咧就係習慣性嘅匿埋啦，佢對四圍環境都係十分之警惕嘅狀態。呢個狀態都維持咗差唔多1個星期。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佢會拒絕我嘅餵食。當時啱啱返到屋企嘅時候咧，佢係唔會即時喺我面前度食任何嘅嘢㗎。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咁只能夠做啲咩咧？就係俾多啲嘅時間佢啦，同埋俾一個安靜嘅環境佢啦，等佢自己做一個調整。第3樣嘢咧就係佢夜晚係精力好豐沛，完全叫唔停。呢一樣嘢係整整1個月都發生㗎。個核心問題咧，其實就係源自於陌生嘅環境帶俾佢一個好大嘅壓力同埋焦慮感。其實貓咪咧係好容易會有壓力出現嘅。離開咗一個熟悉嘅環境啦、貓舍啦，離開咗佢身邊嘅兄弟姊妹啦，俾人帶到去一個完全陌生、唔熟悉嘅地方，一啲陌生嘅氣味啦、聲音啦、空間佈局啦，同埋一啲陌生嘅人都會令到佢好驚。夜晚嘅叫聲其實係一種尋找佢同伴嘅一啲呼喚聲，同埋希望引起到人嘅注意，同埋亦都係代表緊佢嘅不安。咁每一次我聽到呢啲叫聲嘅時候咧，我都一定會去睇暖暖嘅，都會去叫佢個名，目的係佢令到佢知道佢嘅叫聲係可以吸引到我嘅注意先。另一方面，亦都係等佢有個認知，就係佢知道佢自己係邊個，我亦都會叫佢個名咁樣咯。而家都仲有呢啲咁嘅問題㗎，而家係日日都會叫㗎，但係個原因已經唔係因為佢孤獨㗎啦，而家個問題就係佢唔願瞓覺，佢想玩。哎呀，咁家庭觀眾都知啦，最尾我哋點樣抽呢隻大佬嘅咧？咁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嘅，都係啲好老生常談嘅一啲大道理啦，係咪？俾時間啦，俾耐性啦，係咪？每隻動物個 learning path 唔同啦，個節奏唔同啦，慢慢去訓練啦，係咪？咁我哋堅持再堅持啦，咁就唔好期待太過完美啦，所有事係咪？最緊要就提供翻個安全嘅空間俾寵物啦。
建立翻佢哋一個有規矩、有規律嘅作息啦，亦都要時刻留意翻咧新寵物嘅行為。咁我哋去努力學習啦，同埋努力解決翻所有問題啦。係啦，都係透過玩啦、日常嘅摸摸啦、簡單嘅陪伴啦，咁同寵物度過呢啲咁嘅時光啦，互相建立翻大家之間嘅信任同聯繫啦。最終嘅目的咧都係希望大家一家人可以感受到嗰種健康啦、幸福同埋充實嘅生活咁樣。另外咧，另一個1至10日講緊一定會做嘅行程咧，就係梗係講緊帶同我哋嘅寵物啦，第一次咧去附近嘅獸醫診所嗰度咧就醫同埋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其實咧揀獸醫診所咧，我相信每個人嘅首選條件咧都唔一樣嘅。咁我嘅首選咧就係希望咧喺我屋企附近啦，行5至10分鐘咧就到啦。咁最好佢就提供翻咧24小時嘅緊急應診嘅。啱啊，契媽。咁以下亦都係有幾點咧揀獸醫診所嘅時候咧，好重要嘅條件喎。第一，確認翻診所佢嘅獸醫係咪持有國際認可嘅執業資格照。二，醫療設備全面，包括血檢啦、尿檢啦、X 光啦、超聲波檢測儀啦、無菌手術室啦、麻醉監護設施啦，或者係牙科器械，究竟係咪全面啦？第三，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就係費用嘅透明度。咁喺檢查同埋手術之前咧，都應該要一一咁樣去講翻清楚啦。所有嘅收費項目咧，都係明碼實價嘅。第四，去揾一間有信譽良好、值得信賴嘅所，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請教翻你有養寵物嘅身邊家人朋友們嘅噃。再講一講啦，其實第一次去到獸醫診所咧，究竟會做啲乜嘢嘅身體詳細檢查咧？咁到埗之後啦，我哋會去護士登記處嗰度做個登記啦。咁獸醫咧其實會同寵物咧做一個 full body 嘅檢測嘅。咁包括眼仔、耳仔、鼻仔、嘴仔啦、牙齒啦、佢嘅牙齦、毛髮、皮膚、淋巴結、關節或者佢嘅生殖器官嘅。咁當然啦，亦都會用溫度計咧去量度翻佢嘅體溫，聽診翻佢嘅心肺功能。咁如果係幼貓或者係幼犬嘅話咧，獸醫就會去評估佢當其時嘅水分啦，同埋營養狀況嘅喎，亦都會根據翻佢嘅情況去推薦翻一啲合適嘅補充劑。幼貓啦或者係幼犬，如果係仲未做絕育嘅話咧，獸醫就會根據佢嘅品種同埋佢當其時嘅健康狀況，去同你一齊去討論翻個絕育手術帶俾佢嘅益處係啲乜嘢啦，同埋建議係幾時去做呢個絕育手術嘅喎。所以大家咧，其實最好咧就準備好晒咧，由寵物店啦或者領養機構佢轉交俾你嘅所有佢嗰啲疫苗記錄啊，或者佢嘅驅蟲記錄啊，咁樣你都準備好啦。咁獸醫咧其實有機會咧，亦都會建議寵物咧可能會進行一個便便測試嘅噃，睇落有啲寄生蟲咁樣啦。咁最後咧，關於全年嘅預防，可能係啲跳蚤啊、蜱蟲啊、心絲蟲啊，咁佢就會根據翻咧你嘅寵物嘅年紀同埋重量咧，去同你商量翻，究竟係食一啲口服藥物啦，係用一啲體外杜蟲藥嘅滴劑啊，淨係做一個全年嘅防蟲注射啦。咁係啊，大家咧亦都要好好咁珍惜同獸醫發問問題嘅機會啊，唔好怕醜，問多啲，知多啲。獸醫咧佢係會根據翻你寵物嘅年紀啦、品種啦、活動量啦，去提供翻適合嘅營養建議同埋所需要嘅營養補充劑俾你嘅。其實獸醫真係好多功能㗎，要幾耐同佢刷一次牙啦，沖涼嘅時候要注意嘅嘢啦，剪甲啦，點樣幫佢抹耳仔啦。阿豆咧 even 年嗰陣時咧，我哋問點樣擠個肛門腺咧，阿獸醫都有親身示範俾我哋睇，有咩 tips。咁如果早啲問獸醫嘅話咧，我相信關於紅豆嗰個眼仔退化嗰個問題嗰個保健品咧，我就可以慳翻600幾蚊咯。咁啊喺第5集結束之前咧，我哋有最後一個環節，就會係咧我同暖暖媽媽將會舉行一個快問快答啊！咁啊，我哋互相咧會問對方5條問題，關於咧 day 1 to day 10，究竟我哋中間咧遇到啲乜嘢嘅嗱。大家有睇開講貓講狗，其實都知㗎啦。我哋一個錄製嘅節目嚟㗎嘛，係咪？咁其實我哋預先咧，梗係揼好晒成集嘅內容啦，跟住會係咁做對稿啦，會認真㗎嘛，我哋。係啊，咁呢個快問快答嘅環節咧，事前咧我哋係完全唔知大家問啲咩問題㗎。咁希望帶俾大家更多嘅臨場感。呢條將會一嘢不剪㗎嚇，我哋直接嚟㗎啦嚇，無論中間笑到點樣都好，都係彎晒都唔理佢㗎啦。係唔剪咗，
如果唔係嘅話，都好難剪啊，大冇佬啊，錯，好，真係。事不宜遲，我哋包剪答好決定邊個問問題先。OK，贏嘅話事。係我問先嘅。好，紅豆媽媽第一個問題咧，就最想問下你嘅係啲咩咧？就係講一個紅豆嘅惡作劇啊。即係佢做過啲乜嘢係嘢？係係係哦惡，OK，作劇。佢最近係會咁樣扶你。如果當你做得唔啱嘅，佢會咁樣咯，佢鄙視你嘅。 OK，第二個分享一下紅豆嘅奇怪習慣，係要其他即係唔同其他豆唔一其他狗唔一樣嘅。 OK，佢瞓覺之前有自己一套專屬嘅儀式嘅，佢要將自己嘅手腳，即係佢有次序嘅右手左手右腳左腳咁樣清潔一次，佢先可以瞓。 OK，咁第三，我呢個我好想知嘅，喺家庭地位入邊嘅金字塔咧係點樣樣嘅咧？屋企係我紅豆跟住紅豆爸爸。啱，爸爸係永遠都係弟弟。OK，咁第四個，如果要你幫紅豆改一個花名，會係啲乜嘢咧？佢會係 Red Bean 咯。 OK，呢個唔係花名佢都係紅豆，唔係紅豆，咪好襯佢喎。 OK，咁第五個問題咧就係、如果紅豆咧佢係有一種超能力嘅，咁你係希望呢個超能力係啲咩？我希望佢可以心理可以個心入邊傳到俾我聽，佢諗緊啲乜嘢咯。佢唔使講嘢，因為佢唔講嘢係特性嚟嘅。係佢可以用嗰啲腦電波話俾我聽，佢而家講緊。佢 OK，而家諗緊咩呢個技能都係非常之好。 OK，好到我，契媽。 OK，想問一問，暖暖一開始嘅體重同而家爭幾多？暖暖一開始嘅體重係3.2 kg，而最後一次我同阿暖暖去磅嘅時候咧，佢有4.4 kg啊，犀利啊！ OK，想問下暖暖第一次主動示好係幾時，同埋佢嗰個主動示好係點嘅？暖暖第一次主動示好係喺佢發完脾氣，成個貓砂成個食嘢嘅糧啦，咁樣將所有嘅貓糧發脾氣跌晒落去佢成個嗰啲貓砂盤嗰度。咁後尾咧我都可以俾翻張相大家睇啦。後尾咧佢見我，佢以為我係會去清理啦，但係我唔會咯。咁我係一路都唔清理啦。結果咧我亦都唔俾翻啲新嘅糧佢啦，係完全唔俾。然之後咧咁佢係最尾夜晚嘅時候係走嚟喵咁樣，好慘咁樣喵一下。咁喵咗幾下之後咧，咁我就我都係唔清理，但係我有俾嘢佢食嘅。OK，咁已經係嗲㗎啦。係從此咧，咁佢就冇再即係出現佢會浪費食糧呢個事發生。係 Okay. 想問下暖暖啲毛飛到屋企嘅邊一個位，你係覺得哇點會呢度都有㗎？跟住咧你就開始放棄接受咗呢個現實咧。其實暖暖一路都係有一個花名嘅，叫行走蒲公英。其實由獸醫同我講嘅時候咧，我就已經係放棄咗㗎啦。醫生同我講佢其實英國短毛貓嘅甩毛嘅情況咧，就係1年2次，每次半年咁樣咯。我嗰陣時聽到嘅時候就即刻放棄啦，仲 Okay. 講咩啫？唔使出現啲咩問題啦，1年2次，每次半年啊，點樣唔放棄啊？行走嘅蒲公英喺屋企行緊啊 OK， 係同我豆一樣其實。係咁我想問你為咗阿暖屋企買得最好嘅電器係Dyson 嘅嗰部風扇兼呢一個空氣清新劑。 ？OK，呢個唔係廣告啊，唔係廣告。係。好 last，如果暖暖同你阿媽跌咗落水，你會救邊個？嗱，各位男士們，我話俾你哋聽，如果每一次你女朋友話問一條咁嘅問題啊，嗰個標準嘅答案係咩啊？點解佢哋會跌咗落水咯？多謝。第5集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多謝晒大家大力咁去支持、訂閱、點讚、分享同留言。咁星期6咧就要收請我哋講貓講狗呢個頻道，咁歡迎大家咧喺下邊留言區話俾我哋聽，你嘅新寵物翻到屋企嘅時候，第1至10日究竟又有啲乜嘢好得意嘅事發生啦咁樣。
下一集犀利啦！我哋強項啊，幫你荷包計一計，首年飼養動物究竟你開支係幾多錢？我哋都聽過有人話啦，養咗寵物之後咧，你好似更加有力量咧去增加翻你嘅收入啊！咁香港咧其實有寵物保險公司咧有做過統計嘅喎，咁咧就喺度問緊你咧喺香港養狗一世啊，佢哋估計咧係要花68萬港幣嘅，哇！究竟呢個數字係咪真係咁誇張咧？有冇辦法知多一點點，慳多一點點咧？領養的二三事第6集將會喺下星期六香港時間下午5點準時播出，約定你，下集見，拜拜。